所以在这里比喻的方面来说，我们通过这个比喻8豌豆然后我们直接撒在这个墙上的时候没有一个豌豆附在这个墙上的没有粘在墙上，都掉下来。同样，所有的众生那么多都得到人生呢，就是我们哪怕一个豌豆就粘在这个墙上一样的那么的难得，几乎就不会粘在这个我们一把的豌豆撒在墙上的时候，对一颗豌豆也不会粘在上面一样的，就很难粘在上面。就同样这么难得到人生的话呢，我们就以数量的比喻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这样然后通过这个还有在入菩萨行论当中呢，也是这样比喻过比如说有一种茫茫的大海大海里面呢就一株这个盲鬼就是瞎的一个乌龟，然后它呢就是这个在海底，然后海上呢就飘了一个木鹅，这个木鹅呢就是指的是我们以前耕地的时候，这个两个牛的头上绑的一根木头这个拉那个耕地的那个木头的那块木头，然后那个木头中间呢正好一个孔，然后这个木头呢就扔在这个茫茫大海上面，然后四方的这个风呢就是刮这个木鹅呢就一刻都没有停下来都是漂泊在海上。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底的这个盲鬼呢，就100年才浮在海上一次再浮上来一次。这个时候呢，正好这个海底的龟能不能这个穿到这个我们这个木鹅的这个孔里面刚才那个耕地那个木头上面的孔里面，能不能这个凑巧的能不能碰上？很难碰上，因为这个乌龟呢100年才浮上一次然后这个海上的这个木头呢，就是一直在四方的滚动，不是在等待着这个乌龟所以呢就是很难穿进这个孔里面。同样我们人生就这么难得佛陀讲的这个佛经中讲，然后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运用的在这里呢也是比喻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样讲人生的更加难得，我们人生呢比这个还要难得刚才比喻为这个乌龟的比喻人生呢就比这个还要难得。我们这样讲，这个是佛陀的研究，佛陀曾经这样比喻过。所以得到一次人生，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浪费承担我们一定要承担来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未来将来怎么做，我要得到一个人生，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一定要这样这样来观修。我们这个观修的阶段呢，就是这样，以这个因的方面来讲，人生难得；以数量的方面来讲，人生难得；以比喻方面来讲，人生难得。所以这3种方面来讲的话呢，人生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观修人生难得的一个阶段。